我哋下村嘅來由咧，係袁亮公嘅第9代孫阿洪惠、洪志同埋洪沙3兄弟就搬落嚟下村，就開基立業。到而家咧，下村咧都應該有接近700年嘅歷史㗎啦。打醮係我哋用下村鄉約嘅，即係將鄰近嗰啲好友村都邀請埋一齊去參加呢個拜神儀式。個醮目活動咧係即係酬謝神恩啦，希望個神庇佑啦，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咁啦。我哋就10年一屆，咁如果計到嚟應該都超過200年㗎啦。醮期咧就我哋係擇日嘅，喺打醮期間，當然主要就係以前就揾喃嘸啦，即係而家就好多都係揾道觀啊咁嘅道士就帶領我哋，每一日每個角都有拜神儀式。亦都有行鄉啊！我哋龍獅啊，同埋嗰啲村民啊，去遊行，去到個別參與嘅村都去拜訪，就有3日咁嘅行程。今屆嘅行鄉咧就9點半出發，整個活動行完咧就6點半，整10個鐘頭咁滯。今屆咧就有150個花牌，啲好友送過嚟嘅。各鄉村好友，包括大陸嗰啲夾埋都有60幾個單位，人手啊，我哋委員都超過200人，入邊分組同埋工作人員，我諗都500人都唔會少得過啦。舞龍壯士啊，各樣咧都超過3000人，就係呢個醮咧，全世界4方8面係下村出咗去咁耐嘅人都翻嚟，我哋下村咧都係一個族群。都係姓鄧嘅，都係錦田一個祖宗落嚟嘅，所以全部都係兄弟相稱，嗰個血緣好親，同埋見到咧亦都好親切，亦都係一個10年難得一次嘅聚會。